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初9，旧历的7月22，礼拜三。这个台南伫个深夜演一出警匪走烧肉的戏出，一台轿车驶伫个永康路，警察咧临检，发现这台车偏无稳，过来违规，就甲查落来。这个查驾驶是一个通缉犯，结果这个通缉犯企图要来冲撞警察，所以去吹油逃走。双方一路来走烧肉，为这个永康约到仁德，约30公里远。这警察甚至是开1000架警告，但是嫌犯无咧插屁，作为车一直驶，上尾也是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，才互装起来，移送法办。警方沿路一直约，头前这台白色轿车拢无减速，又到后一个路口，但警力要求对方落签。对方因为无停车，搁驶倒摕油门吹咧，想要走，一直到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！快站住！下楼！警方为永康约到仁德，总共有30公里远，有时警力将伊包围，总算甲抓到，将伊介护送去病院治疗。这个白色轿车卡伫水沟边，车头弄甲坏了了。台南的警方伫半暝抓这个歹徒，是因为这个车经过临检路口的时有可疑，原经调查了，发现讲这个驾驶是通缉犯，这个通缉犯油门吹咧，赶紧要走。那拦查过程中车主做事要冲撞我们远警，那所以我们同仁就大胆正确的用枪朝该车的轮胎射击1发。那不过他还是持续不配合，在车上发现这个毒品安非他命的残渣袋以及吸食器了哈。嫌犯被移送，只是敢若心虚拒绝临检，加上要弄警察了逃走，恐惊都要面对更较侪罪名。